我们可以运用阅读的机会来提升自身词汇的程度，像是同一个字在不同级别可能有不同用法，所以利用阅读文章时延伸词汇作为复习。大线会用养出文章内底出现的顶，这个词表示硬的意思。我们说痛真顶，阿嬷咬唔会讲，糖果很硬，祖母咬不动。用法真简单，真顶很硬，痛真顶，沙头真顶，石头很硬啊。如果要更加的生动，我们也有几个高级的词汇可以讲哦。顶扣扣，顶 kit， 两个都可以用来形容硬。顶扣扣呢，多用来形容食物。你芭乐顶扣扣，阿公咬么了？这芭乐硬邦邦的，爷爷咬不动。顶 kit 则可以强调硬朗结实。过2日开咖啡去睇嘛，去到9人度顶 kit。他每天去河边骑脚踏车，骑的小腿肌硬邦邦的。骑得好几摆，为用根基无空的情景，使用无空款的形容词，这样呢，在各种状况下呢，都能够运用的得心应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词汇哦，搅揪，它的意思呢就是搅拌，它有混入其他东西的意思。例句有揪蜂泥，华语的意思呢就是搅拌水泥。还有一个类似词哦，啰啰嘎嘎，意思是混在一起分不开。这里的例句我们可以讲，要改菜都啰啰嘎嘎混下去，敢会好些。我们照安的搅，不同的发音有不同的意思。上面介绍的揪是词汇本没有提到的，中高级词汇本提到的是搞搞，它的意思是搅动、翻动，但是不会混入其他的东西哦。会用来讲例句，衫裤洗好，摕开脱飞机搞搞的，让较紧走。华语的意思呢，就是衣服洗好了，拿去脱水机搅动脱水，这样子晾的时候比较快晾干。第三个词汇 room， 它的华语意思是物品坚固稳当，可用在房子、家具等人为的物件。例如去到进入崇拜的台铁桶，马路无将向车。华语的意思是，这房子盖得非常的稳固，上次的大地震也完全没有影响。另外一个意思，可以用在指身体状况，表健康之意。表示身体健康的room，也可以说成room健。比如说，爱讲80流身体也真room。我们也可以说，爱讲80流身体也真room健。